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2日公司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疫情方面来看，国内今仔新增加10例本土病例，有一个境外病例，并无死亡的个案哦。明仔载开始，3级警戒会降到2级，也毋过边境的管理规定是无改变。另外，第4轮注文疫苗的简讯，对7月27到7月29会发送，7月30地当开始注射。咱做伙来听指挥中心伫下晡上届新的说明。那有本土病例10例哈，好，那境外移入的有1例哈，死亡个案没有哈。那境外这移入哈是我们本国人哈，那这位是哈就是上次在那个渔船哈载人进来的这个案例里面，认定是在公海上面所染疫的，所以我们把它判定成境外移入。虽然是警戒明天开始哈降级哈，但是好边境管理的政策不变哈，但是也不排除哈看国内外的疫情的情况哈做滚动式的调整。那等于是明天上午10点起，7月27号上午10点起到7月29日中午12点止，陆续发送简讯，施打的时间这次列从7月30号到8月6号。好，那至于就是说这种疫苗的通行证这个在目前我们大概还不会采用。一个方面，现在疫苗但施打也算低事实上也有一些人是不想打的。那是不是用这样子来限制某一些人的一个他的一个通行的方便性？好，那是可以讨论。再来看指挥中心宣布讲，高端的疫苗已经通过审查，会来做公费的疫苗。也毋过外界嘛是阁有真侪质疑。高端的总经理今仔接受广播的访问哦，伊讲到高端的疫苗对 Delta 印度变种病毒嘛有保护的效果。伊嘛强调讲，免疫交接毋是今仔才有的做法。高端新冠疫苗顶一日顺利摕到紧急授权 EUA， 指挥中心嘛宣布6日公费的疫苗。不过外界对这个国产疫苗的争议是要小未退，包括敢有做3期的临床试验，敢有法度来对抗 Delta 病毒等等的问题。早起高端的总经理陈灿坚接受广播节目的专访的时阵，有回应外界的疑虑。目前不管是南非猪、Delta 猪，它的变异就科学上来看，它不是一个非常全面性急剧的变化，所以我想我们架构的这个抗原加上这个佐剂是可以来应付的。陈灿坚表示，无论是对贝塔南非变种病毒、Delta 印度变种病毒，甲原始的武汉病毒株来比，变化毋是介大，病毒是阶段性的变化，有法度来应付。因若即届是有数专家审查会议，21个专家学者内底有3个同意，15个有条件同意。一个希望补件，一个是无同意。嘛，互外界好奇讲有条件通过是啥物款的条件？而且国际上包括莫德纳、辉瑞的新冠疫苗，拢有进入第3期的试验，美国 FDA 才有核准。因若甲高端同款，拢是次单位2倍 Novavax 3期的临床试验，嘛伫咧进行当中，还未摕到 EUA。不过高端虽然3期的试验都还未开始，台湾都已经会当使用啊。在定游戏规则的时候呢，有几个未确定的因素 ，COVID-19。究竟是一个流感化的疫情呢，还是它像 SARS 一样来一下就不见了？我们当时在台湾的时候呢，那么实在是守得太好了，那也没有一点可以有做所谓的传统3期临床实验的这样的客观环境。当时的我们的法规单位以及这个专家们呢，他们就制定一个规格，就是说怎么样来一个叫做扩大版的2期实验。融入2个概念，一个叫做安全，一个叫有效。陈灿坚表示，之前大家拢有听过子宫头癌的疫苗，当初嘛是用免疫交接，是全世界科学家拢有认同的方法。而且这段时间，新冠病毒一直互讨论讲，出来会像流感同款存在，所以就要看疫情的变化甲供应链的调整，真侪政策拢应该要有存久的空间。记者综合报道。指挥中心已经同意讲，疫苗头1档甲第2档会当做无同款的牌子，也毋过啥物时阵开始哦，阁还未决定。大多数医师嘛拢赞成讲，因为英国有近代海研究是有发现讲，头1档哦做 AZ， 第2档做 BNT 效果是愈好。也毋过有医师是建议讲，因为做无同款的牌子，有可能副作用会较大，所以有会人得爱好好啊评估。指挥官陈时中宣布，最近开放新冠疫苗蓝绿组，
也毋过男女子平台需要时间规划，还未确定实施期停。会当确定的是，优先开放予第1到第3类对象，已经做第1档 AD 疫苗8礼拜以上的目标族群。往前4周或往后4周呢，可能都是可以接受的。所以现在也有人建议你可以8到12周。你如果把它间隔拉长的话呢，你疫苗在供应疫苗上的压力就比较小。卫福部传染病防治咨询会预防注射组委员之一的黄玉成表示，和指挥中心会当男女子建议案了后，永龄基金会来决定所买的 BNT 疫苗，9月若讲会当顺利进口，咱国民众都有机会男女子 AD 加 BNT 疫苗。伊讲，英国牛津大学一篇 AD 男女子 BNT 研究报告，受试验的人分成4组，做2档疫苗，结果发现 BNT 甲 BNT 的综合抗体效价是14080，其次是 AD 了后，做 BNT 是12906。先做 BNT 再做 AD 是7133，2档拢是 AD 只有1392。AZ 加莫德纳的论文目前就只有瑞典那一篇出来，所以我们那时候才在想说 BNT 也是一个选项。我只知道它倍数差很多 ，AZ 加莫德纳的时候远大于 AZ 加 AZ。也毋过有医师认为，男女子新冠疫苗整体是较有好处，也毋过可能会出现发烧、下忝、注射部位无事实等状况会加重，并毋是人人拢会当适合。年长的人身体状况较虚弱，建议爱心情评估。第1剂是 AZ， 第2剂加上messenger RNA疫苗，的确副作用会增强。有些老年人一发烧，是不是能够承受得住？这应该也要医生评估一下，适不适合这样混打。另外，国产疫苗高端敢是有可能加入男女子？医师认为需要经过临床试验，目前暂时无应该加入男女子的行列。记者综合报道。咱帮观众朋友来整理今仔日全台湾各地为着病民众的情形哦。今仔是增加10例本土病例，有一个境外病例哦，并无新增加死亡的个案。今仔日台北市是有4例，新北市有3例，桃园嘛有3例。咱台湾目前的总病例数已经超过15500例啊！明仔载开始哦，3级警戒会降到2级，也毋过民众的个人防疫嘛是毋通放冷哦。咱再来看3级警戒，明仔载要降做2级哦，也毋过嘛是有一寡公共场所传出有人患着病，代替的台北车头22到24都有4个清洁人员患着病，所以车头的1楼哦暂停营业3日来大消毒。也毋过哦，车头同款是阁有在卖票。另外，台北内湖一间红茶店哦，有工读生去患着病，嘛考出17个接触者，快筛拢是阴性的，先停业3天来大消毒。代替台北车头1楼的商店街，铁门胶拢脱落来，大公告讲休困3天做消毒，28才会恢复营业。台北市府证实，代替台北车头外包的清洁公司，22到24累计有4个清洁人员确诊，2个住伫台北市，2个住伫新北市。因为确诊的清洁人员平常时做工课的范围，包括台北车头拍票的大厅、1楼甲1楼楼梯间的便所，目前包括东1门、东3门甲西3门的便所，是拢暂停开放做消毒3天的时间。不过车头拍票的工课也是照常运作，无受影响。我就快进快出这样子好了 ，OK。尽量不要停留。是。他们应该都会做清消啦，所以应该是还好。对啊，本身自己做好清洁，那个消毒应该是还好。台北市卫生局除了鼓励接触者，嘛要求相关的单位针对代替巡查人员甲1楼店头的人员，爱列名册甲健康管理。恢复营业的时阵，都要有阴性的证明才会当上班。台北内湖饮料店约翰红茶公司嘛传出有人确诊，26半暝2点伫人面册公布。24一个工读生，若像感觉食无咸食了后，迄天随做快筛是阳性，25 PCR 阳性确诊。内湖门市嘛随休困做消毒，而且扣列17个有接触史的同事，目前快筛拢是阴性。26约翰红茶公司嘛对全体员工做体检，强调讲只要有出现阳性的反应，迄个门市就会随暂停营业。新北市副市长刘浩然接受媒体专访的时阵，讲要家己买疫苗的问题，刘浩然嘛甲中央话讲，希望中央甲相关的规则讲互清楚。
其实买疫苗我们一直都觉得中央你把游戏规则讲清楚，像现在我们看到企业界你的规则出来了，宗教团体你的规则出来了，你如果要让地方县市自己买，我们也不希望大家各自为政。也若疫情重灾区的新北，6号人甲新北市的防疫工课拍80分，也若扣去的20分。6号人认为讲，除了侪无确定的因素以外，上大的问题就是校正回归时间的前差，致使确诊者的接触者无随堂课例甲隔离，产生防疫空棚。记者综合报道。大学指考28特别考试，台中市是有7个考场，有5000多位考生。市长罗秀燕早起嘛去台中一中来了解考场的准备。市长表示目前考场同款要维持3级警戒的标准，会加强消毒，嘛无开放备考。考生的休困甲食饭拢是伫同一个考场固定的座位。学校的人员甲每一个座位放隔板，而且每一个位拢隔1公尺半。原本会当坐42个人的教室，即马已经限制20个人以下。若是有考生出现发烧的症状，就会另外安排去防疫考场来考试。每间防疫市场最高人数5人。第二，监考的老师必须是全套防护设备，学生基本上他的休息、准备、用餐，通通在单一市场里面完成。这个都可以避免到他们到外面去和其他人群聚集，或者是有接触的机会。受到疫情的影响，原本初一要举行的大学指考，延到28来举办。今年全台湾报名考试的考生有41000人，台中就有5000多人，分7个考场来进行。市长罗秀燕嘛去台中一中了解整备的情形。虽然防疫警戒降到第2级，不过罗秀燕强调讲，考场的防疫也是袂当放零。虽然现在降为警戒2级，但是我们所有的防疫安全、考场防疫安全还是会比照警戒3级，用警戒3级的防疫安全来考量。除了依持3级警戒的标准，考生嘛由大考中心统一来订餐，食饭甲休困拢伫固定的座位，减少行线的机会，避免感染的风险。因若监考的教职员嘛已经拢有注疫苗，所落来高中级以下的老师嘛会全面来注射，确保老师甲学生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烟花风台离开台湾今仔台湾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北部和东半部地区是侪云好天，正热热的天气。中央气象局表示，中南部因为对流真旺所以部分的所在会落大雨，民众要出门就要记得带雨伞加雨帽。我们从累积雨量图上面可以看到，今天受到西南风的影响，迎风面的中部跟南部已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降雨，尤其在南部山区、屏东的山区呢，有局部大雨发生的状况。而至于北部跟东半部呢，则是另外一种天气形态，因为在背风面的关系，今天反而要留意天气是晴朗，而且可能会有比较高的高温出现。气象局指出，已经针对台南、高雄、甲屏东发布大雨特报。过到了各地山区会落短暂的雷公雨。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天气是真热热。东南部地区有可能会有小风。花莲、创高甲台东地区是柑仔色灯号，有可能会到38度。再来看高雄基丁昨暗一个40多岁细丽的查甫人，带后生查囝去海边啊耍水，也毋过6岁后生去互影抢走，一爸爸就赶紧去救人，爸仔随拢失踪。今仔透早6点外，爸爸的遗体找到了，10点外嘛找到这查甫囡仔的遗体。家属真着急，走对沙坡去。日落透早6点外，搜救人员伫高雄基丁八壳馆附近的沙坡，找到一个40多岁男性遗体。家属证实，伊就是25尾阿嬷伫海底失踪的爸仔囝，其中的老爸。死者的太太是艰苦甲跪伫涂骹放蛇口，一直到10点外，才找到因后生的遗体。我只会念他，对，前天礼拜6就有来玩一次了。然后礼拜天就昨天就发生遗憾了。家属透早伫河边直滑，迄个时阵共款失踪的6岁查甫囝还未找到。细丽的查甫人25尾阿嬷带后生甲查某囝去基丁的沙坡耍水，迄当时是起4级的大涌。细丽的查甫人看到6岁后生互海涌卷去，赶紧跳落海要救人，落尾煞也做伙互卷入海，剩查某囝一个人留伫河边。该原附近300公尺的沙滩，我发现该名溺水的小朋友。然后因为发现的当下适逢满潮刚结束，然后目前海水还是涨起来的状态，然后这部分由消防队的同仁下水去做救援。
直升机伫空中来来回回，搜救人员透早伫沙堡附近扩大搜救范围，要找失踪的查某囡仔。不过，也是传来过往的消息，目前也是三级警戒，袂当去海边佚佗。佮加上最近南部的海象无好，海巡人员也提醒民众7月27降到2级警戒了后，也是爱注意自身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全球的气候异常，有真侪所在拢会做大水。昨英国伦敦落雨，造成水甲路拢淹掉哦，水阁流入去地下道。比利时第利时嘛发生几10年来上严重的大水灾，路连一寡的车拢被水冲走。另外，印度嘛因为大水祸造成上百个人死亡。哥斯达黎加的大水祸嘛造成真侪厝、到社区、有高速公路拢荒废掉，有上千个人脱离。伦敦部分地区街仔路因大水，交通大乱，有一寡车进水歹去，就爱来讨救。当地消防队表示讲，因为雨落到拍死人大，数十条街仔路拢无法度行，而且灌入去地下道。当讲因接到差不多300通的电话，大部分拢是通报地面，也是讲地下室淹水。有3台双层的巴士吊伫个铁路桥骹，一个教师表示，乘客看到车伫个雨中内底行，因就拢落车去。另外，还佫有骑奥多摆的骑士嘛，因为雨势伤大，因机车放个人走去。英国气象局伫个25即天来发布淹水的警戒，一直到暗时7点。部分地区有雷公死呐，预测淹水会有10公分，这是逐一年7月雨量平均数值的数倍。比利时迪兰特镇伫个25来做大水了后的清扫，前一天才有发生数十年来上界严重的大水灾，雨落到出高楼，真侪车拢去互水冲走，路歹去，成做厚嘟嘟的土沙。比利时的东南部伫个10天前发生大水灾，有37个人不幸无命，当时迪兰特走过一劫。无想到讲，即摆大水灾，甲当地居民拢吓惊着。En même pas 20 minutes, l'eau a dévalé d'ici au-dessus, et puis ça a grossi progressivement, c'est devenu un torrent, et ce torrent a embarqué toutes les voitures. 印度即摆当时雨季，马拉哈斯特那邦受到大雨的损断，造成严重的死伤。印度环保人士警告讲，沿海地区乌白开发已经是真脆弱。伫个气候变迁影响之下，恐惊会致使更加侪灾难来发生。3 या 4 लैंडस्लाइड में ज़्यादातर 100 से ज़्यादा मौतें हुई हैं और कुछ फ्लड से भी मौतें हुई हैं。中美洲国家哥斯达黎加伫个顶礼拜六嘛，因为雨势来损断，厝、高速公路，还佫有36个社区拢去互水冲去。中部甲东南部发生水灾，大水甲路冲歹去。官方针对上界少的，还佫有5个城市发布红色警戒，紧急撤离1,500人。公司新闻黄云玲编译。再来看马来西亚的 Delta 印度变种病毒是愈传愈厉害，预估就增加17000多例，连续3日患着病人数是一日比一日较侪，目前总病例数嘛已经有100万例咯。越南的疫情嘛继续的滚价，预估有7500多例本土病例，其中有超过1500例是找无感染源。北非国家突尼西亚民众因为疫情佮经济崩盘，惊上街头。民众来到自强站照顺序驻防车。马来西亚自6月开始加紧驻防车的速度，并且实施严格的防守措施。不过受到Delta变种病毒的侵袭，已经无降落。如果连续第13天新增加确诊人数超过万，已经连续3天创单日新冠纪录。It's a really an alarming number to be taken lightly of. Because we have seen the United States, we have seen neighboring countries, we have seen so many countries who took the fall. 马来西亚确诊的总数2月已经正式超过100万。东南亚的越南疫情也愈来愈严重。2月通报新增加7525例本土个案内面，就1516例感染源不明。在过去1年多来，越南的确诊数拢控制在个双位数以下。会当讲是好快的无发生。不过4月底开始曝光，美国官方印的300万剂莫德纳预防车，在最近会运到河内协助越南对抗疫情。民众上街头对这病毒发出不满的声音。北非的国家突尼西亚因为疫情甲经济拢崩解，上千上万的人伫咧全国各地的城市示威，抗议政府失职，也个对抗疫情乱七八糟。示威民众对警方带物品甲石头，警方施射催泪弹想要赶人。突尼西亚的总统要伫咧总统府宣布开除总理，冻结国会，并且将所有行政权拢抓伫咧手内。تولي رئيس الدولة
السلطة التنفيذية بمساعدة حكومة يرأسها رئيس الحكومة ويعينه رئيس الجمهورية。这是突尼西亚2014年实施民主宪政，将权力划分予总统、总理甲国会三方面以来所面临的上大挑战。虽然当地有真侪所在，大家市喇叭伫咧庆祝，不过安尼时做，恐惊会升悬政治危机，也和国会议长形容是反对改革加宪法的政变。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有一寡人飞去关岛注疫苗哦，即马比如度假兼注疫苗的行程嘛在讨论中。早起11点，观光业者甲外交部、佮有交通部是开会来讨论讲，万讲回国了，会当唔免隔离来增加游客意愿。三级警戒7月27降到2级，台湾和北佬讲通搁再小开放旅游。台湾的旅游业者26透早和外交部、交通部开会讨论，望讲转来台湾了后，免搁隔离，来增加游客参加行程的意愿。因为唔拿关岛，到北佬可能也通度假兼注疫苗。根据旅游发放精神，回来台湾是不需要去住隔离旅馆，这个部分来讲又省了隔离旅馆的费用。这个部分确实会影响到买气，帛琉发放会比关岛的这个还要有竞争性。而且价格也差不多都是5万块。无论是侨生、辉瑞还是莫德纳，北佬拢总有，而且当地要75%的人口注完疫苗，达到群体免疫的目标。不过台湾去北佬的旅游团，拢是爱规团出入，袂使规划牵涉到医疗行为的行程。这敢会当用机票加饭店的方式去包装，拢是会议讨论的重点。另外，医师也提醒讲，出国注疫苗也是爱考虑风险。如果你的目的主要就是说是为了打疫苗而去的话，我认为是你要考虑到整个风险，以及就是说，如果在别的国家打完疫苗以后，那如果有一些不良的严重一些副作用，那这些后续的处理问题。北佬放量边境的限制，目前已经开放中国、香港、澳门的人入境。台湾和北佬的旅游团敢通重新开放，转来台湾了后，检疫规定敢会变严格，这拢是讨论的重点。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中央的纾困4点控的方案，31就停止申请了。有民众党的立委是呼吁讲，应该要搁延3个月。再个商业总会嘛望讲，政府要发消费券哦，一人至少爱发5000块，而且是愈早开始愈好，上好伫9月初1就实施，来刺激咱国内的消费。观光、旅宿、餐饮业伫咧3级警戒期间受到严重的冲击，差不多2个月时间拢无通做生意。中央推出纾困4.0的方案，要帮助业者来渡过难关。所起用质疑讲是看有食无。民众党立委邱成远提出观光局统计资料，讲交通部纾困4.0的贷款，观光业核发的敢若有48间。因若咱全台湾的旅宿业者有3230间，有2253间申请薪水的补贴甲营运的补贴，不过煞敢若核发2150间。另外，申请薪水补贴的导游甲领队，拢总超过10万人，不过敢若有核发11000多人。那薪资补贴40%，我们本身的企业资方还要出60%，而且还有劳健保，加一加大概也要超过60%以上。那撑了这1年半了，我想老板基本上都已经没有办法活了，何况员工。那最近裁员的人数会一直剧增哦。执行跟预算合拨的状况其实已经超过80%，像无雇主、导游领队等等这个部分，其实已经都超过我们预算的1倍了。那这个部分我们持续做放宽。针对业者甲银行申请贷款碰壁的情形，交通部强调讲，会持续甲金融机构来沟通，协助绑定纾困的条件。经济部嘛提供就台展延甲利息的补贴，若有个案去拄着困难，嘛当透过各部会来寻求协助。因若纾困4.0方案的申请，伫咧30日的结束。立委话讲，都要延长3个月。另外，中央按算各发振兴券来带动民间的消费。全国商业总会主席赖正义呼吁讲，至少每一个人爱发5000块的消费券，希望9月初1会当实施。消费者也不可能一下子出来，真正要到正常，很可能要到10月、11月以后才有可能慢慢恢复正常。赖正义认为讲，疫情会伫8月底挖进零确诊，估计会当带动餐饮、百货、旅游业。人人会转来2成至3成，因为安尼伫9月初1来发展相关是上界套动的。
不过律政又强调讲，袂当发现金，敢若有消费券或者是振兴券，才会当对刺激消费有帮助。记者综合报道。高雄要求健身房、托婴中心等所在工作人员拢要有 PCR 阴性证明才会当上班。市政府嘛提供头一届公费的体检哦，部分病院有真侪人拢会排队。等待2个月尾咯，有真侪行业拢已经做好防疫的准备，要等待人客上门。这时，伫高雄大同病院外口就出现排队快筛民众，因为市府要求健身房、托婴中心等等的场所工作人员拢要有 PCR 阴性证明，才会当降级了后开放。市府嘛会提供一届免费的快筛，离准备的业者嘛已经搁再一届来确定着细节。亲像高雄这间连锁健身房已经甲会员的动作拢布置好，要来运动、食饮制，还有量体温拢是基本。会员搁要确定政府公告拢会当遵守，才会当过卡入来运动。禁止会员在运动的过程中使用口罩支架，过程当中都必须要全程佩戴口罩。那我们在现场也有张贴公告。健身房表示，除了中央的规矩，地方政府规定的嘛会公告。亲像是高雄市的规定，健身房袂当用口罩支架，游泳教室嘛要开放，这拢会甲会员讲。离降级了后，俩零18嘛会开放，有业者改用一届性的物品降低着染疫的风险。嘛因为公费快筛爱等伤久，惊无法度如期来开店，家己开钱专员来自费采检。就全部尽量采一次性的，然后完全不跟客人接触的方式来做，像客人进来我们就一次性的只脱，然后我们准备鞋带，让他们自己装他们自己的鞋子。后家讲因的店当开幕，就当着3级警戒，无法度营业，总算是等着降级，当然爱高规格来看待，希望防疫当做到位，互顾客还有同仁拢会当安心。记者王刘婷、陈hen坤高雄报道。明仔防疫管制特别降级，台中有补习班业者甲病院合作，提供300个名额，要互老师登记来做快筛。补习班的老师去病院排队挂号甲纳钱，虽然日期疫情的警戒就会降级，不过补习班要恢复上课，大家心情还是感觉真紧张。一个听到有快筛的专案，还阁有名额，大家就赶紧来报名。如果让我们自己去快筛，其实就变成老师要挤去医院等，那这样子不是造成更多的危险跟风险吗？对啊，我觉得就是如果说我们可以预先安排，这样子是比较好啦。台中市政府规定，补习班日期若要恢复上课，就要提出申请，而且爱附每一个教职员工的医疗验所快筛的证明。报告业者一方面烦恼成本的负担，另外一方面佫顾虑到老师家己去病院做快筛会增加染病风险，所以就甲病院合作做快筛的专案。7月26日，替300个补习班的老师特别增设一个快筛中心。昨天早上9点开始报名，到12点300人就已经额满了，分4梯。分别是今天早上的8点半，然后10点半，还有中午的12点，还有下午的1点半。指的就是现在在做的常规的社区快筛的一个业务。那基本上我们是独立的，我们另外社区快筛会在另外一边，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等于是专案执行，是另外一批独立的人马出来去执行这样快筛的业务。台中市是全国唯一一个要求头一届快筛都要去医疗院所的县市，要2万个补教业的人员。原本办理自费体检的医疗院所，敢若有12间，教育局烦恼体检的量能不够，已经增加到22间。若做快筛，采检的迄天就会当随摕到报告。不过按中央的规定，未来每7天也是爱做家用的快筛。记者综合报道。因为红仔机的店只要有人顾店，控制店内的人数，加强消毒，就会当来恢复营业。也毋过对业者来讲哦，爱个请人来顾店，成本伤悬咯。伊嘛真不满讲哦，无人顾的店头万事价，为怎样着针对因来做管制？没有。一台一台的入红仔机，电火拢无倒，内底空，因为疫情开红仔机店的拢已经停困2个月过。中央宣布2级警戒，7月27日开始，业者只要伫咧营业时间有派专人伫咧现场加强人流管制，甲环境消毒，就会当重新营业。不过对24小时做生意的业者来讲，开销实在是伤大。估计如果说请人的话，如果以3个人来讲的话，一个月应该租个夯不啷当7、8万掉吧，一定会入不敷出的。业者表示，希望这2个月中央无收5、6税甲营业税，不过要是有袂少人因为店租甲机台的租金拿袂出来，拢已经退场啊。要业者即期1点钟有3、4个人来入红仔，安尼就爱偷笑啊，群聚的机会根本无大。
大家讲完就出来了，那可能短短的1分钟、2分钟。像一些自助洗衣店或者是洗车场，他们本身其实也是属于自助式无人商店，像他们也没有所谓的专人在控管。资本业总降级就会当回归正常，回来开店。业者要是希望中央会当重新思考，互因较好过日。记者阿敏珍、林玉凯台北报道。过来疫情稳定，嘉义新港的洪天宫防疫计划嘛已经通过，即卖已经开放民众会使入去庙里拜拜咯。总算会当礼拜庙内底拜拜，等2个外围信众感觉心情真好。觉得太久没来了，然后又在家关了2个多月吧。对，然后出来透透气，然后到庙里面走一走，还蛮喜欢，感觉真欢喜。当干妈祖安尼见面来上会。嘉义县新港洪天宫7月19提报予主管机关的防疫计划，23审核通过了后，开始会当入去庙内底来拜拜。洪天宫表示，除了实验制、动体温定时消毒，搁爱人流控制，保持社交距离。其实没有很明确的清楚的知道说今天开放，只是刚好这么凑巧是妈祖保佑，所以我们就进来。跋杯吼，拢有酒精，阮跋杯，阮的服务人员哦。每1点钟拢会消毒1摆，喷1摆。因为疫情的关系，禁止民众来到这，只会当伫临时祭拜的所在拜拜。洪天宫讲，为未解封迄天开始，信众就一直希望庙方会当全国开放。即马防疫计划已经开始执行，希望信众会当伫安心佮安全的环境进行宗教活动。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再来看桃园的中日，伫6月份3级警戒期间哦，掠到一间大轿场，有60来人伫现场的跋筊，这些人拢总是罚款462万块，是伫防疫期间桃园市处罚金额上悬的案件。提搜索票拢无入去，下来叫客到像刷电鱼共款。时间等到今年的6月16透早，中日分局伫两公路二段大楼徛喺所在破晓天九牌这轿场，60来个人均自跋筊，当场砸扣轿区、点票机、监视器、扣纸啊，甲现金。达166万9800元，全案依赌博罪、社会秩序维护法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有关现场民众违反室内群聚规定，另依传染病防治法函请卫生局进行裁罚。专案除了以跋筊罪、社会特殊维护法移送侦办，也因为群聚人数违反3级警戒，除了会当开放场所之外，停止室内5人以上聚会规定，以团点并防治发财法。其中负责人、荷官及屋主各裁罚30万元，其余61名成年人每人裁罚6万元，另2名未成年人则裁罚3万元。依据警方函送的相关事情，卫生局针对60来人群聚跋筊案，拢总裁罚462万。行政裁处司已经陆续散达，是疫情期间桃园市裁罚金额上悬的案件。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花莲港最近出现真侪海体哦，而且是较少伫东部出现的一种叫做海龟的海体。渔民表示哦，捌看过遮尔侪伫港内底有这种的海体，怀疑讲应该是水流入来的。这是花莲港的小径码头，春节期间的水面会当看到一缕半透光的体仔，民众好奇围观。就连渔民也表示，从来无伫港区内看过遮尔侪体仔，就帮查询资料，初步研判是海龟体仔。可能是水流给它带进来的。那以前有这样的状况吗？很少了，以前都到10几只，现在好多，整片都是。我就是很好奇啊，因为平常在海边都没有看到，一次出现这么多哈。对，海龟体仔外形圆圆，伞边有真侪含神经都幼幼的手，会当高浮游生物也是软体动物来食。身体中有4个明显的宽形成色线，反射速度甲气候有关系，不过伊通常拢出现伫台湾西北部、花莲真少看。哪一种在我们台湾西部经常出现啊？花莲倒是第一次有听到过。5月到7月春夏季的时候呢，经常就是这个水母大量出现的这个时节嘛。那也可能受到之前台风的影响，比较大的波浪的时候，它将都会到港区里面。关府农业处已经派员前往渔港了解初步认为，对于渔船进出无影响过一段时间，对互海流带往港外，呼吁民众唔通高起来炸断去饲，因为海龟体仔的手也是有剧毒性，对于皮肤敏感的人也是会造成痛痛。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云林北港的福建协会，伫个防疫期间哦，逐礼拜五拢专工会准备爱心便当，送互当地新疆朋友甲老大人。当地里长甲居民嘛拢感觉真感谢。防疫期间，真侪餐厅拢无营业。一寡新疆朋友也是行动无方便的老大人，出外买食是更加困难，佮加上收入减少，三顿就来出问题。所以云林的北港福建协会决定开始送爱心便当的行动，叫当地村里长来做伙送餐，给较弱势的居民。因为平常能够谋生的工作就是去贩卖金子这一些的工作，那因为疫情期间庙宇也禁止进入，所以我们就发现说，其实他们没有收入的来源，就决定说去发爱心餐。便当的料理虽然简单，不过协会是真用心准备，菜色逐礼拜拢无同，另外也有点心甲饮料。针对爱心便当送餐的服务，当地村长和居民是拢真感恩。咱直接感谢北港福建协会来送咱便当茶饭，或者较艰苦的老岁人食。多谢北港福建协会送便当来互阮食，谢谢。这爱心便当伫疫情期间，互社会更较温暖，民间互相帮助，渡过难关。也期待疫情紧结束，大家拢通恢复正常生活。记者综合报道。全国的老人食堂哦，因为疫情拢暂时关门，所以往过真热闹所在变较有淡薄仔稀微。也毋过哦，来看云林斗六市的清圳社区，伊嘛利用这段时间重新来整理社区的环境。希望讲解除封锁了后哦，社区会较清幽，老大人出门活动哦会搁较舒适。社区内底一只一只高水的红仔，佮有壁顶悬吊的花裤拢真特别。这是云林斗六清圳社区的中清食堂，一寡布置拢是社区发展协会利用无爱滴的物件所变出来的。反正闲着也是闲着，然后就到食堂来再做一些 DIY 的东西。原本的小兵是一对，然后我这疫情期间我又多加了做一对，然后又多做了，又用那个旧的盆栽。花盆做一些就是像是在二胡啊、吹笛子这样子的造型。中清食堂是社区的老大人开讲活动筋骨的所在，不过因为疫情期间只好暂时关门。但是社区发展协会嘛，拄好利用这个机会，把社区装大甲更较水。在中清食堂重新开放了后，老大人就会当伫更较清幽的所在欢喜食饭。阮利用这疫情的中间，阮做另外其他的工作，比如讲。站帮来美化咱内底的工程，加用轮胎的美化工程，互大家来遮食饭的人的时代会当讲心情轻松。斗六市公所有提供这个消毒水，还有这个喷洒器，我们都有在做自主性的消毒。那利用疫情期间，甲社区变好更较水，社区的消毒嘛是现主是上界重要的工课。所以公所嘛提供消毒的技师，希望互民众甲清洁做好势，会当早一天欢喜恢复过去的生活方式。记者综合报道。榴莲哦，本地是东南亚的水果，也毋过伫屏东高树毛农友已经种出榴莲哦，品质阁袂输东南亚哦。有心住民就真学了讲，咱台湾种的阁如何食？听到这种砰砰砰的声音吼，就差不多可以采下来了。农民捡到亲像菠萝蜜的果子，是为东南亚引进的榴莲蜜。洪明昌夫妻12年前引进黄花品种，每一年7到8月就会结果。那季拍卖的话，1公斤的话，应该要看它的行情了。那去年的话，大概应该也有到差不多150到100块都有。其实要看，对，因为我们要去看的是季的果实是大颗还是小颗，因为它有分特的、优的、中的。洪明昌伫咧种旺来，旺来产季是伫咧3月到6月，为着互员工伫咧摆时间有工课，亲像油来果、红毛丹、榴莲蜜，拢是即马大出的水果。还有我发现它这个产期刚好可以接到我们这个没有凤梨的采收的时候。榴莲蜜的外形亲像菠萝蜜，但是伊的气味亲像榴莲，所以叫做榴莲蜜。我在越南嘛，我有这个一样，我是在台湾比较好吃，比较甜。这个我一个人可以吃一个大的，因为它那个很甜，
还有，而且很像。剖开来之后的果实，其实跟菠萝蜜也有点相像，然后它整颗都可以吃，连它的籽都可以吃。榴莲蜜的糖度高，气味特别，会当满足爱榴莲气味的消费者。产期到8月底，会当食看卖无共款的果汁气味。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云林的岛南有一间专门咧烧解布袋戏红仔的展览馆哦，因甲做红仔的技术真有系统来展出，希望讲互较侪少年辈会使来了解这项传统的艺术。若讲到布袋戏，大家第一时间拢会想到苏阳文，戏内顶金光闪闪、水气千条。毋过幕后的制作过程，煞是真少人会去注意。伫岛南就有做红仔师齐建章，以延续老爸的规划，在庄内打造全国第一间布袋戏制作的文化观光园区。当然，园区的特色不只是一个博物馆的陈列摆出，我们要让民众有体验的感觉，他能认识到布袋戏的一个工艺文化。甚至能亲自的体验到布袋戏的制作过程。过去布袋戏上鼎盛的年代，超过半数以上的红仔头拢对遮出产。齐建章的老爸齐延庆，甚至包办过去汾州大儒侠所有的出名角色，是台湾重要的刻红仔师傅。这阵工课传到齐建章身上，伊认为红仔价值需要透过故事和品牌去建立，往精品的目标去设想，望为台湾的布袋戏佮拼出一条活路。其实我们看到的这些戏它都属于原创，不用经过电视上的表演然后剧情上的熏陶，让它有知名度。我是为了让它能永续的流传，因为只有独一无二的作品，它才不会因为时间、环境来改变它的身价。那时候就是借由阿公做布袋戏他的起家的故事，就把它画成图文书。然后就发现说，其实现在年轻人对这种图文的文化保存是有兴趣的，就开始会将神像的故事还是传统文化的故事画成比较可爱的插图。传承是一代传过一代，齐建章对布袋戏这份热情，也渐渐影响到家己的后生和查某囝。因利用本科味道的专业，将布袋戏描绘等文化相结合，设计出这种文创多样，期待让更较侪少年辈了解这项传统艺术。爸囝三人共同发展，就是望讲总有一天布袋戏通搁在轰动武林，惊动万教。记者综合报道。下晡8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7度；中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6度；南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3度；东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5度。华东地区上低27度，上悬35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